自2026年4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定君伫生活的信仰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3章第10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3章。兄弟姊妹，阮有话要甲恁讲，请恁为着阮祈祷，互主的信息会亲像伫恁中间安尼真紧传开，搁得到荣光。嘛，请恁祈求上帝，互阮会当脱离作恶作毒的人，因为毋是逐个人拢有信。主是可靠的，伊会互恁坚固，为保守恁脱离迄个小者。主互阮对恁有信心，相信阮交代恁的代志，恁现在有在做，后来嘛会做。愿主引带恁，互恁学习上帝的听，甲基督的吞忍。兄弟姊妹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恁，若有信徒生活散漫贫惰，无遵守阮传授福音的教示，恁着闪开。恁中间嘛知，恁应该着安怎学阮，因为阮伫恁中间的时，无散漫贫惰。阮毋捌白食别人的饭，反倒暝日拖磨劳苦，才免诚做恁的负担。阮安尼做，毋是讲阮无权通要求供应，是爱用阮家己做恁的模样，互恁通学阮的款式。阮伫恁遐的时，捌命令恁讲，毋肯做工的人毋通食。阮安尼讲，是因为阮有听见恁中间有人贫惰毋做工，只有爱插人的营仔事。即款人，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因警告，命令因着安分做工，家己讨趁。毋过，兄弟姊妹，做好事毋通上善。若有人毋肯服从阮伫即张批所吩咐的话，着甲伊记地，毋通甲伊来往，互伊感觉见笑。不过，毋通甲伊看做对敌，着看伊做兄弟，也是姊妹，甲伊劝勉。愿使平安的主不时用逐款方法，亲身使恁平安。愿主甲恁大家同在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，我伫逐张批拢有安尼签名，我拢安尼写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定君伫生活的信仰，保罗写批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，并无以教义争辩做优先，是恳切请求代祷，因为伊深知宣教一路袂当孤军作战，属灵的果效也需要来自群体的支持甲祈祷的力量。保罗勉励信徒，主是信实的，伊会互因坚强。互因伫面对恶者威胁的时，犹原会当心存盼望，无受侵害。这段经文互咱看见，信仰毋是孤单前行，反倒是踮主内彼此守望、彼此代祷，同齐受建立，成做刚强。有一寡信徒误解主耶稣再来的时机，选择停止工作，甚至干扰别人，导致教会秩序混乱不安。保罗捌吩咐毋肯做工的人毋通食。伊再次明确指出，工作是信仰实践的一部分。信徒无应该用属灵做借口逃避责任，是爱伫生活中诚做光甲盐。保罗以家己和同工做模样，因将恁服侍教会，
另外一方面也亲手劳作，表明信仰甲生活是袂当分离的。面对遐个食饱伤闲、爱管婴仔事的失事者，保罗也教导信徒爱用疼心劝诫，互公义甲怜悯常时存在伫属灵的管教。真正的信仰，毋是远离尘嚣、置身度外，是踮世界活出敬虔、勤劳甲彼此相疼的见证。教会的生活毋仅包含敬拜甲教导，也需要彼此劝勉甲提醒，通好互个人主义甲属灵的分担，不致踮群体中蔓延。属灵成长从来毋是独立完成的，是伫彼此陪伴、互相提醒的关系中被塑造。咱爱审视家己的言行，是咧坚固别人的信心，还是伫无意间成做绊脚石？成熟的信徒毋单单是会捌真侪圣经财物，搁较是爱踮日常生活中活出属灵的责任甲见证，互家己的性命会当成做祝福别人、造就群体的器皿。当每一位信徒拢愿意互真理形成踮生活中，教会就会成做一个彼此建造、充满疼甲见证的群体。台湾正处于动荡甲分裂的氛围，社会冲突、虚假资讯和极端言论。伫即种处境中，基督徒搁较爱用真实、稳定、忠心活出主的信息，成做周遭的人的模样。教会应该彼此勉励，持守正道，实践做好事毋通伤野心的教导。就算面对误解、孤单，也是挑战，也无应该以信仰做借口逃避工作甲社会责任。信仰毋单单是心内相信，搁较应该伫日常生活中实践，透过言行见证彰显上帝的荣耀。愿咱伫这充满无确定的时代，靠主徛在稳固、稳群、无野心，成做教会甲社会的祝福和安慰。就算环境混乱，就算道路迷茫，咱犹原坚定以生活中的光照亮世界，互每一个出伫听的行动，拢彰显基督的荣耀。默想，我的言行是造就人，还是绊倒人？我安怎影响别人的信仰？我的言行是造就人，还是绊倒人？我安怎影响别人的信仰？咱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求你塑造我的生命，互我活出你的真理甲疼。当我软弱还是自私的时，提醒我用谦卑、温柔甲智慧做代志，无互别人绊倒。愿我的言行彰显你的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